这件旁边全部都是学街路嘛。超干连米超对俺呀亏三，俺们的领养工作是年多啊。俺今天俺说我是我这现在年龄俩才去个，俺那年朋友来是呢，俺俺说他那钱来的超微不大。那个，看到。拉皮莫来都怎么呀？大差多干了呀？搞不起年忙不二十穷松啊？俺就是嘛，超干来的，也不然是穷啥呢？从大年就两个通，大北京的土罗十年后就米个通钱，俺们多少钱不啦？俺他们都这来这猪肉买上俺都专门的他们去嘛。俺这边都北京来都怎么呀？如果你解决你不来个去不了，不然给我这钱不得呀？俺上班来忙不了是我这钱，俺这边现在年来个地方来合租。厂里面厂里上班是对怎么呀？的，说全球不老全球都怎么？钱南不得你们就没咱这个月咱现在来不大做的，俺厂里你这个做保险的是多少？俺年我那些你厂里老在满大这里都怎么呀？应的这咱的呀满大这里要的吧？年我那些呢，老在厂里咱们里呀，那是中国的咱们里呀，没是带你出多。我今年能就去那大年都是团交的。老不前么年前说是超话的白咱们接待的咱，你da我天堂不啦，可里我的忙不啥都怎么呀？但是当俺重给的呀，创业图呀最大的要没有什么嘛？那个苦个厂么咯，如果上海的那个的话，但是点天我们做上去，就怎么？别出来他都怎么呀？说是的，咱养成就让不小不出，你让不偏去上路的用作的这个厂么咯，俺找不多啊？你忙不？我现在啥是的呀？这东来是不住？那么就那个蛮扎都怎么样啊？土呀，没厂么咯蛮扎的。今年我那些呢，说是没大这些啊，这个厂面我那些长大学习不提，光大出准备给大上不着你把这些，俺都说个是顿吃个那些，你吃的起来的吧？说个当干了再吃下去，咋吃下去？但这个你们看，对不对呀？估计对，上不着蛮着看了呀。你现在是俺们这个现在蛮是家土多啊。突然讲说的吧了，说是他找不就全部土了吧？看出来，别的你不给这些，这听众们就写这，可能给不许多。俺上海来这得叫什么就浪子钱，什么就这样子说下。今年我那些呢，说长大的大家有呀，苦个丢都怎么呀？应急民急说我都给不干来给这，但看到老兄弟吧，喊那些怕捐过来这个厂钱，突然讲俺啥子忙啥就出多啊？俺这现在搞走子，这嘛就有点意思。但你妈从哪拿了呀？国家抓搞我最少的吧？你这从哪国家的呀？这叫国家把起来就是嘛呀？这大批把的拿了呀？没得俺说是要从那上，这上面我是等于吧？上海从给的来啥子？就是苦苦的都是嘛呀？从哪拿了是钱？国家的呀？俺这把的批给都是嘛呀？啊，我当年把的全是上上的从啊？那我这没啥的说呀，福山大门那么去都是嘛呀？带住个地，俺说是属给都是嘛呀？我这住给上去多。这里老啥的呀？怕老都怎么嘞？那么就人对了呀的，这些旁边全部都是学街路嘛，大家人旁边叫楼顶在学吧，但我没去了对吧？看几天嘞，但我差不多说是这是的老的人嘛。这里老啥的呀？就我比较难理解，我人旁边在这里去了的呀，突然间这又穷又辛那都是这些嘛，就是老的说嘛。俺就是嘛现在但旁边俺现在的夹不起一起起呀什么，现在听不懂。可叫嘛？这都。我要请办的。他到那个现在吹车子些，这小个呢，这还都不白那个对不对？还白你这些，那连都可都你这个意思嘞。这个嘞，你怕就这个是事情。我要我就说来呀。那谁？喂。我研究了。有。那意思。其实我这呢，叫我来查下。其实我这。
你啷个是不是去那么个？呀，还能查什么颜色有不是有？呀呀，呀，有。你姐。除了啥不的，俺做呀，人家也简单呀的，人家给就拿我们家给卡的点着是哪么的？俺让给比萨团给女学点做，别就也不是单节，今年人家给你这领导专业起来的，你呢，就说了成年节突不起个音，出脚。